今日係要同一班朋友出去食飯，就要着一套比較隨意嘅黑色色系嘅衫。咁今日嘅髮型係稍微同其他人唔一樣嘅中分。之後上身為咗建造隨意感，連帽衛衣就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為咗打造層次感，喺 DPLS 嘅衛衣下面再着一件 Uniqlo 嘅白色背心。之後褲係 match 翻呢件衛衣，喺黑色嘅基礎入面再加上少少白。咁喺呢個時候就推薦用有白色間條嘅運動褲。今日嘅褲係 Grancy 嘅運動褲。而因為上身同埋下身都係偏闊嘅關係，就會形成唔好睇嘅形狀，所以喺褲腳度就要回收翻成套衫嘅體積。之後鞋就係107嘅白鞋，喺全黑嘅基礎，再喺四周圍加上四散嘅白，就可以令到成套嘅黑色穿搭冇咁單調。最後再加上一啲小物嚟消除水衣感。